国际人狮三大比赛之一的高雄戏赛甲人狮档今年搁再恢复举办，各国拢总有8个狮队伫咧高雄做伙大车拼，要来抢第一名，争取40万的奖金。 连续跳过几啊几个杠条，大竞赛动作真流利，人狮这人配了甲真好。这是来自家人中兴女狮副龙狮团表演，因除了是2019年的冠军，今年再次代表台湾出赛。因这摆带来创意的演出，将传统家庭来结合游戏，连音乐、服装甲布景拢真用心。除了创新的展现，嘛唔忙会当吸引少年人。连同我们的鼓乐啊，也会不一样的，跟那个音乐啊来做一个配合。 以及狮子啊所呈现出来那一种的创新、不一样的这个内容啊，在这里面。高雄戏赛甲因为疫情停办2届4年，今年要伫这个月18、19登场。今年虽望取消水上比赛，不过有30组家庭团体就来表演，也阁有上精彩狮王大赛，有8支来自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新加坡甲台湾的狮队，要拼世界狮王相关任务，阁有40万的奖金。全台湾超过30阵的艺人吼，来表演咱台湾400年民俗甲艺人发展的故事。啊，阮有邀请4队国外甲4队国内这个狮王啊来比赛，首奖40万的这个冠军的这个荣衔。高雄戏赛甲原本只是传统庙会活动，有地方人士甲政府推动，现在加做世界3大狮王大赛之一。各种传统顶头表演，阁有狮队展现真功夫，嘛是传承咱台湾的民俗文化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